过来看咱国内消息，总统蔡英文出席2019中国大商春节联谊活动，甲大商朋友互动，对着最近华航罢工的问题嘛真关心。蔡总统嘛头一摆发表伊的看法。那我跟这个行政院苏院长也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。那今天下午就要进行这个协商，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诚心的坐下来，好好的协商哦，展现弹性，展现理性，创造一个三赢，让华航的经营可以更好，让我们的劳方的福祉可以得到保障，让我们的旅客的权益也可以得到保障。蔡总统嘛讲了，伊真关心华航罢工的事件，呼吁劳资双方协商，应该爱有这个春秋加理性，才能创造三赢的局面。因为这受到这个罢工影响，有未少旅客行程被签掉，还是取消。蔡总统嘛明确表示讲，华航爱保障人客权益。